比賽開始之前，請各位將電話轉為靜音模式。比賽即將開始，首先有請雙方辯論員上台就座。評判、各位來賓、各位同學午安，歡迎大家出席2025至6年度大專辯論賽。今日比賽辯題係香港應推動住宿共享合法化，對手隊伍為正方香港科技大學，反方香港中文大學。首先為大家介紹今日嘅評判，佢哋分別係香港都會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講師黎國威博士，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客席講師陳忠坤老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碩士課程講師賴慶芳博士，香港都會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高級講師黎極寶博士，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學系講師李月華博士。好多謝五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撥冗出席，並且擔任是次比賽嘅評判。跟住為大家介紹今日嘅辯論員，正方香港科技大學主辯沈樂永同學，一副伍文放同學，二副黃俊熙同學，葉辯賴柏橋同學，反方香港中文大學主辯許可同學，一副劉本熙同學，二副梁天敏同學，葉辯黃思橋同學。接住會宣讀賽規，比賽進行時，研究台上辯論員與台下隊員以文字、圖片或語言進行任何形式嘅溝通，或者可以被取消參賽資格。一切發言不以語進行為人名及書名需使用外語，而比賽雙方或者評判提出認為台上辯論員使用外語，主席須出納評判並提示不違規。如果多數評判認為違規，五位評判各自決定最少扣1分，最多5分。任何台上嘅談話發言不得做人身攻擊或者誹謗。各辯論員發言時間連結前1分鐘計時將連鐘1次。議事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喺法定時間終止前計時將會連續按鐘2下。是辯論員須盡快總結其言辭，喺法定時間終止15秒鐘過後計時將會連續按鐘數下。而該名辯論員將會被扣分，扣分制度如下：15秒過後每過時5秒鐘，將會喺每位評判給予該隊員之總分扣除5分，而此類推不足5秒制亦當5秒計。各辯論員須計時鳴鐘後才開始發言。就雙方對賽規有冇疑問？如果冇嘅話，現在係試麥嘅環節，試麥先後將會按照出場次序。首先有請正方主辯。試麥。主席、評判長各位大家好，首先我謹代表港方香港科技大學多謝5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撥冗出席，唔擔任是次評分工作。同時我都要多謝香港樹仁大學為我哋提供一個咁舒適嘅場地供我哋雙方作賽啦。最後亦都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喺過去呢個禮拜同我哋一齊披荊作戰準備是次嘅比賽，希望今日可以帶嚟一場精彩嘅比賽。多謝各位。有請反方主辯。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各位大家好，我謹
代表我方香港中文大學語言辯論隊，咁就每位評判咧喺白話之中會用出席擔任時事幾場認證工作。亦都好多謝咧有幫香港科技大學喺過去5日咧同我哋一齊咁努力準備呢場嘅辯題，同埋咧都要多謝香港城大學咧願意借出一個咁靚嘅場地供雙方作賽。咁因為咧喺大專杯指揮環節嘅時候咧，我自己就為自己定下咗少少嘅目標，就係作為一個哲學系學生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少少嘅哲學相關嘅東西啦。咁上兩場咧我就講咗愛情同埋講咗一啲知識論嘅嘢啦。咁今場咧就想講下死亡，就係我哋點解會驚死亡。咁古希臘哲學家啦 Epicurus 就曾經有個好得意嘅argument啦，咁佢有講過嘅，人係唔應該驚死嘅，原因係咧，當我哋已經死咗嘅時候咧，其實我呢個人咧已經不復存在，我已經冇一個主體咧去感受外在世界嘅不幸啦或者損失，咁所以你唔應該驚。咁而當我哋仍然活着嘅時候，死亡都未到，咁有咩好驚咧？咁所以就有人會話啦，其實你唔應該，即係我哋應該咧唔係驚緊處於死亡嘅嗰個階段或者過程或者嗰個狀態，我哋其實驚緊嘅係咧，因為死亡而失去一啲我哋好重視嘅嘢，包括啲咩咧？伴侶、朋友、家人。咁所以喺度咧，藉住呢個示威環節咧，都想同大家即係呼籲一下大家啦。即係如果即係我哋仍然趁住活着嘅時候咧，就好珍惜身邊嘅人同埋事。可能一啲嘅慰問或者一個擁抱咧，都可以令到死亡已經變得不再可怕。多謝各位。跟住係正方一步。試咪。主席、評判、各位大家好，諗咗好耐試咪稿要講啲乜嘢，咁諗住咧送大家句台詞嚟嘅，係啦，咁就係世界上所有嘅相遇咧都係久別重逢，係啦，咁點解會想講呢句説話咧？係因為我本人啦嘅辯學咧都接近尾聲啦，咁就未必會再接觸辯論太多東西啦，甚至都未必會再接觸添，係啦，咁所以咧就唔知會唔會有機會同大家再相見啊、再相聚啊、再相會咁樣啦。咁我覺得係，如果有呢個機會嘅話咧，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好慶幸嘅事。而都唔知係咪不幸地啦，啱啱就發生咗一件事，就係我上嚟選人嘅時候咧，留低咗部手機喺個的士度，係啦，咁仲要係唔係 Uber Taxi 嚟嘅，咁所以咧我唔知我唔揾得翻啦，定唔揾得翻啦。咁若然揾得翻咧，咁就真係應驗咗呢句説話啦，就係世界上嘅所有相遇咧，都係久別重逢。咁希望大家都珍惜每一次嘅相遇啦，亦都好好活在當下，係啦。咁我都希望我拎翻部手機，多謝各位。一步。試咪。大家好啦，咁有嗰一副咧就講咗句台詞，咁呢句台詞咧都令到我諗起我高中嘅辯論教練，都係我物理科嘅老師，佢講過一句説話，就叫做平行時空中兩線之間一。咁仲有一個就係讀過 DSE Physics 嘅人咧，係完全明白呢句説話講咩。咁但係直到而家咧，我開始明白啦，因為有啲嘢咧，其實我哋只能夠經歷一次，咁如果我哋經歷到第二次嘅話咧，就好後悔。好似今日有科目科大咁樣啦，其實我哋喺3四個月之前，其實已經喺大專杯嘅舞台上面見過一次。咁而家可以喺4年呢個舞台上面再見到咧，都確實係一種緣分。咁而既然有方一副都啱啱講到部電話咧，而呢樣嘢都令到我最近有啲嘅改變嘅，就係我最近咧作為一個大學3年級嘅學生咧，都經常地要開始翻啲實習啦。咁而翻實習咧，咁我一定會經歷過好漫長嘅通勤過程嘅。咁呢就係以往咧，我都會不低頭錄下電話啦。咁但係最近呢有個改變，就係我收埋咗部電話。咁啊攞起本書嚟睇，咁啊都多謝我實習嘅老闆啦，因為佢借咗本書俾我睇，咁啊喺度劇透啦，咁啊因為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翻呢份樂趣啦。但係我想分享嘅重點係在於咧，有陣時我哋都好困咗喺現代嘅社會生活嘅節奏入邊，好多時候我哋都機不離手，好多唔同嘅訊息，我哋都好多好不停好快地接收到來自各方唔同嘅訊息。但係喺睇書嘅過程當中咧，我學習到放下，我都學習到抽離，因為我嗰一刻我要做嘅就係讀書入邊作者想俾我嘅訊息。咁而喺嗰段時間咧，我發現嗰趟嘅旅程令到我嘅生活都放鬆咗唔少，都令到我本身嘅常態都放大咗唔少。咁唔知大家幾耐冇真正咁樣攞起本書嚟睇啦？咁而家咁方便有電子書又有手機咁啦。咁喺度都希望鼓勵下大家喺得閒嘅時候，可能可以抽離一下呢個現實世界，享受一下呢啲寧靜嘅時光，可能咧都會有一下嘅得着。多謝大家。
正方二副。各位大家好，緣分真係件好神奇嘅事。好似今日爆科咁講啦，我哋幾個月前先啱啱中大呢個節科大，估唔到成日台版再次見面啦。咁更加神奇嘅係咧，前兩日咧我咁啱就翻咗我嘅母校咗個叫做可能 camping 嘅一個組合同學啦，幫下手，可能係分享啲個人經歷俾嗰啲師妹啦。然之後我母校嘅一位叫做老師帶出嚟老師咧，佢淨係中大一位好出名嘅校友得辯論隊一個好出名嘅人物啦。咁佢同我講翻就係覺得我嘅打辯論呢件事覺得好神奇，即係我中學嘅時候唔係話好熱衷於打辯論啦，咁嗰時候可能好多學業嘅問題，但係到科大嘅時候繼續認真打辯論，我覺得係上大學嘅時候我會更加去思考自己做咁多嘢，或者我而家行到呢一步係會有啲乜嘢咧？即係我本身我嘅初衷係咩咧？我諗翻其實就係思辨咯，即係我係中意一個思考嘅，我中意討論，所以希望辯論咧帶俾大家嘅唔單止係一場比賽，更加係俾大家去思考嘅呢個社會需要啲咩，同埋你自己人生需要啲咩。多謝各位。反方二副。各位大家好，辯論本身都真係一個思辨思考嘅過程啦，要討論辯題。不過今日想分享咧係辯論嘅人讓我產生嘅思考。咁自己都有喺母校帶辯論，咁就咁啱今年兩間帶緊嘅學校咧都有應屆文憑試嘅考生。咁望住今日大陸7月啦，其實仲有10日咧文憑試就放榜。咁佢哋都真係不約而同地會有啲忐忑啦，有啲焦慮，有啲不安。咁當日我諗翻起，其實我自己考文憑試都係3年前，當時咧都真係好緊張。如果考衰咗點算啊？如果個分同理想嗰個分數有少少唔同，我要點樣臨時再去改猜去部署咧？咁當時其實都真係好緊張，好焦慮。咁但係過咗3年去望翻，其實當時覺得考衰咗就世界末日啦，呢一種嘅感覺咧又好似唔係真係咁樣。成日話辦法總比困難多啦，就算真係失手，我哋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去行翻自己想行嘅路。咁所以咧都祝願每一個文憑試考生咧，可以喺10日之後嘅放榜咧攞到理想嘅成績。亦都如果真係咁唔好彩，成績有少少唔符合自己嘅期望嘅，咁都希望大家咧可以管住辦法總比困難多嘅心態咧，繼續去向前行。都唔止係文憑試，相信大家喺生命裏面或多或少都會有呢一刻你覺得就係搞唔掂就大鑊啦嘅事情。咁但係都希望大家過咗之後望翻呢一段過程最珍貴嘅咧，相信唔係個結果，而係呢一段路帶俾你嘅成長。多謝大家。按照名次序，現在先請反方二辯。各位大家好，咁即同啱講起文憑試，有幫人講起思辨咧，我最近都喺度思考緊。但係咧，我自己本身係一個讀教育系嘅學生啦。咁我同大家分享話，我讀幼兒教育嘅時候咧，大家都會不約而同有個反應喎，就係仲讀教育冇人生仔㗎咯喎，你唔驚失業咩咁樣？咁我當時咧每一次都係會苦笑過去。咁但係久而久之後，我都會問自己嘅就係點解咁多條路唔揀，我選擇做教育呢條路咧？咁後嚟我自己慢慢呢個答案就越嚟越變得清晰，就係我回憶起我上年嘅暑假去咗葡萄牙做義教，做咗1個月。咁咧就認識一個小男仔，佢4歲嘅啫。咁咧因為佢嘅母語係葡萄牙文啦，咁所以咧佢嘅英文冇話好好。咁佢成日都會同我一齊數數，咁喺度點數喺度 1 2 3，跟住就5咁樣嘅咯。咁佢個科咧永遠都唔見咗。咁於是由嗰日起我就唔係同佢一齊數啦。有陣時咧就數下手指啦，有陣時咧就數下地下有幾多塊樹葉啦，有陣時數下我今日食咗幾多青豆啦。咁數下嘅時候咧，去到我差唔多離開嘅時候，有人跑過嚟同我講話 ，Chloe，跟住就舉咗5隻手指去望數喎 ，1 2 3 4 5，佢個科咧又出翻嚟喎。咁我諗呢個對於我嚟講咧就係教自己，未必在於你教識咗幾多嘢，未必在於你考到幾多個狀元，但係好重要嘅嘢係我幸運自己有一個機會能夠走進其他人嘅生命，留下一點意思嘅軌跡。而我相信呢份影響咧係無處不在，無論係我哋同人數收支啦，抑或係我平時翻學去上堂啦，抑或係今日5位評判以法學之中抽聽我哋嘅故事，我諗呢一種都係一種影響。咁
為我相信，亦都係因為你哋嘅潤物無聲，能夠令到我相信教育嘅價值咧係在於人性嘅多寡，而單純地在於我哋願意對生命投入幾多嘅愛與温暖。咁所以，不論世界點樣變都好，我始終為我選擇教育嘅呢條路感到後悔。多謝各位。最後有請正方結辯。試咪。好，大家好啦。咁今日想分享多少關於自己嘅嘢啦。琴晚我就用咗成晚，即係一位喺我心入邊對我嚟講幾重要嘅歌手，好見一位歌手啦。咁張敬軒先生喺琴晚就好久違咁樣喺香港就係好久違咁樣開咗一場演唱會啦。咁我作為一個好多人粉絲，都見到佢今年都好辛苦、好艱難，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咁樣就重新翻返舞台上面唱俾大家聽啦。咁我成晚喺度錄緊佢嘅歌啊、reels 啊咁樣睇咗成晚咁樣啦。咁我覺得我今年想講翻少少自己就係我覺得呢一兩個月可能都係，我覺得係贏咗可能我人生入邊遇到個最大嘅低潮咁樣啦。咁身邊有好多唔同嘢都好唔順境，遇到好多阻滯咁樣。咁就好多晚我都係靠張敬軒嘅歌咁樣陪住我度過咁樣啦。咁但係我都好感恩嘅就係同意我師傅所講啦。緣分呢啲嘢都唔係偶然嘅，好多時從一段逆境、從一個低潮咁樣走出嚟，都要靠好多唔同身邊嘅人嘅扶持啊、身邊人鼓勵嘅説話，又或者係好多唔同嘅加油打氣，先可以令到我慢慢咁一步一步去走翻出嚟啦。咁所以都好想借個機會去鼓勵大家就多啲支持身邊嘅朋友啦，同埋都多啲感受到多啲生活唔同嘅美好啦，探索生活有美好嘅地方咯。我相信無論有任何嘅小低谷、大低谷咁樣，最尾都可以順利走過，同埋最尾可以闖出一個人生一段更加美好嘅道路。多謝大家。現在比賽正式開始，首先有請正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劇情示意。3分鐘，好似3分鐘。試咪。主席、評判在位，大家好。根據旅遊業發展藍圖，未來旅遊業發展需求拓展多元化客源，吸引過夜旅客。政府亦撥出2億發展基金，推動鄉郊旅行，實行無處不旅遊政策。然而，遠離市區，無論係建築成本，抑或係營運成本，都會令到啲商業酒店卻步。而鄉郊私人住宅可以透過住宿共享模式解決旅客鄉郊居住需求。住宿共享模式即係指用私人居住地方為旅客提供短期嘅住宿服務。現時短期住宿服務都係由旅館業條例統一規管，但喺條例90年代設立，當時未有住宿共享牌照要求以商用地段為標準。道諮詢委員劉國芬都指出，過去鄉郊要發展共享住宿難以達到原有牌照要求，個別申請需時成本亦高，令到有意經營者卻步。其實鄉村人口密度低、業權集中、容易改建，係可以做到安全標準。作為住宿共享模式合法化嘅第一步，政府15年接受新界鄉村個人住宅就提供短租服務提出個別審批。26年政府進一步推出鄉村屋苑申請賓館牌照指引，統一安全標準同埋法律框架。住宿共享由冇牌照變到有牌照，由個案審批去到統一標準，逐步推進合法化。所以要審視議題，就要審視政策是否有助本地旅遊業發展。我方支持議題原因有2：第一，需求方面結合生態旅遊，提供靈活住宿。25年施政報告提出推行特色地方主題深度遊，包括定位沙頭角、印洲塘做藍綠康樂旅遊生態圈，但係冇配套、冇交通、住宿，難以形成可持續嘅行程。
位於印洲塘郊野公園嘅客家圍村荔枝窩有11間村屋得到當局批出嘅賓館牌照，旅客可以走入舊式鄉村了解舊式客家生活面貌。20年更加獲得聯合國頒發嘅可持續發展特別嘉許獎。發展局亦都推出試點計劃，放寬鄰近塱原生態區嘅燕崗、河上鄉村屋改建旅館。兩村村民更加表示，大時大節會舉辦元宵晚會、紅勝寶誕，與旅客同樂。唔發展住宿，啲旅客又點會留得咁耐呢？第二，供應方面確立牌照標準，推動鄉村轉型。當今日政府推動合法化，所有指標都一清二楚，令到住宿共享由唔知道可唔可以做，變成知道點樣先合法。例如鄉村屋宇路面較窄，牌照處批准設置推車式高位滅火器，取代緊急車輛通道嘅要求。木製村屋確保結構安全同埋禁止明火煮食，符合消防要求，就唔使再拆咗又重建。標準清晰之後，業主先夠膽投資改裝，旅客有鄉郊貴嘅選擇，政府亦更加容易巡查、發牌同追責，業主可以賺取額外收入，形成三贏局面。多謝各位。方主辯將時間為3分12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現在請反方主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各位大家好，住宿共享唔單止係一個旅遊政策，更加係一個房屋同民生政策。但聽完有方主辯3分鐘咧，其實8個字就可以總結：不清不楚、不盡不實。點解話有方不清不楚咧？合法化係講緊咧要將一件事由非法變合法。有方就話啦，而家咧其實今年咧就放寬咗鄉村嘅住宅咧能夠做一個住宿共享，但係咧有方睇錯資料，因為在1991年咧政府已經訂立咗旅遊業規例，講到明咧鄉郊地區嘅樓宇只要符合公契、地契同埋比住宅更加嚴格嘅消防標準，就已經可以合法放短租嘅時候，想問有方啦，既然原來1991年已經合法嘅時候唔存在非法變合法，何來合法化呢？有方一副要論證，所以咧今日有方咧點解會出呢一個方案啊？就因為有方自己都知道真正嘅住宿共享合法化係有好大嘅弊處，所以有方咧先至將一個而家已經做緊嘅方案咧同大家去講，所以咧我哋就睇不盡不實啦。有方今日唔敢講咧住宿共享做得幾差，國際上咧其實昔日主動開放住宿共享嘅多個城市，例如西班牙、巴塞隆拿、日本大馬等等，都面對住旅客擾民同埋推高租金而重新收緊甚至禁止住宿共享。睇翻香港啦，社會近年嚟咧都一直討論緊嘅住宿共享合法化，從來都唔係有方嘅嗰個方案。而經過咗咁多輪嘅公共諮詢，政府因為擔心推高租金影響民生，最終決定做咩啊？唔放寬，反而係修例提高翻旅館嘅門檻。所以咧，有方今日要舊事重提，就必須要同我方去論證翻清楚，呢兩大問題都不復存在，但有方做唔到，原因有二。第一，推高租金，市民百上加斤。正如房地產投資顧問公司房鼎智庫所指，短租嘅回報率咧係長租嘅3倍，即係你短租10日嘅收入就等於長租整個月。但由於回報更高，大量業主咧就會喺合法化咗之後咧轉向短租嘅市場，減少租盤嘅供應。美國紐約推動咗住宿共享合法化之後，旅遊旺區嘅長租單位咧減少咗2到3成，葡萄牙里斯本嘅租金咧更加升咗3成。比起呢啲城市，香港嘅土地更加稀缺，更加反而承擔得起租金上升嘅呢個弊處咧。第二，增加人流干擾民生日常。香港人對於私樓嘅保安定嘅要求咧極高，但推動住宿共享合法化就會令更多民居咧轉型成為住宿共享，變成咗容許街內人自由出入嘅無掩雞籠，只會滋擾居民，影響生活質素。參考翻外國嘅經驗啦，日本東京豐島區嘅調查就顯示，超過60%嘅居民表示咧，因為住宿共享進駐咗，令到生活環境惡化。京都市政府更加指出，合法化咗之後咧，唔少居民都會經歷咧，原來旅客會半夜三更唔小心探錯門，甚至擅闖私人地方，令到佢嘅生活大受困擾。想問有方啊，點解我哋為咗少數人嘅賺錢願望，犧牲其他居民嘅利益咧？多謝各位。反方主辯將時間為3分04秒，冇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正方一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算試驗。試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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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總結有方立場咧用3條問題。第一條問題，到底乜嘢係住宿共享合法化咧？咁有方同你講咧話，一直過往咧都係合法經營。睇翻現況，原來過往咧煙崗、河上鄉、荔枝村呢啲地方咧，因為佢哋嘅住屋嘅結構問題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地理位置問題咧，佢係冇辦法申請到任何牌照去合法做住宿共享，所以過往一直係非法。但而家我方推動一個合法化嘅過程，放寬翻允許佢可以合法拎嗰個牌照，只要你加翻啲乾式熱火筒。只要你喺嗰啲嘅木製屋頂塗翻啲防火物料，合乎安全規格，通過到專家嘅安全評估，就可以合法做嘅時候，咪正正由非法變合法，合乎翻有方你要我論證嘅標準。相反係有方你要回應我，若然你覺得唔應該推動呢個合法化，係咪過往做緊嘅呢啲度假屋全部都唔允許佢哋住翻入去，唔允許共享住宿呢個模式咧？有方你要回應清楚。所以第二條問題啦，到底推動係咪代表毫無節制咧？因為我剛同你講咧話會出現一啲問題，但係即使你講嘅外國例子，佢只係收緊，而唔係禁止唔俾合法化。不論係日本，不論澳洲，任何地方都依然係合法緊。更甚嘅係，其實關有方咧唔係反對要推動合法化，佢只係覺得推動得未夠多，唔淨止鄉村要做埋私人屋宇，但係做埋私人屋宇咧就會出現佢嘅問題。按有方邏輯，如果要我方定全面合法化，政府推動美食車，又係咪要全部車輛都允許可以合法販賣食物咧？政府推動綠色殯葬，又係咪可以隨處撒骨灰咧？唔係，從來講緊政府要做嘅係取平衡。所以既然目前嘅現況見到民宿合乎安全，又有需求嘅時候，點解反而有方連第一步都唔推動咧？所以有方講嘅嗰啲干擾民生啊、推高租金問題，通通唔會喺我方方案出現嘅時候，有方後場唔需要再討論。所以最後一條問題啦，就係到底香港嘅未來發展藍圖，旅遊業何去何從咧？今日有方冇回應過㗎。今日啲旅客入咗去呢個荔枝窩入邊，講緊咧要搭半個鐘船入去玩完啦，參觀下呢個鐵天宮啦，玩下呢一個嘅參觀下呢個紅樹林啦，玩完呢個地質中心之後，夜晚玩埋元宵晚會之後，瞓邊爐咧？難道係就地去瞓？冇可能啦！難道又要佢哋搭翻半個鐘船出翻去沙頭角嘅碼頭，然後再轉車成粒鐘翻上水住酒店？顯然唔會。所以旅客而家見到呢啲狀況係咩啊？不想住酒店，因為平啊嘛，因為簡單啊嘛，變相留唔住呢啲過夜客嘅時候。香港要發展旅遊生態，要發展一種嘅生態旅遊、文化旅遊嘅時候，你連呢一啲過夜客都留唔住，到底要點樣去繼續發展旅遊業咧？所以有方喺呢個立場底下，佢冇再回應嘅情況之下，有方好簡單問你啦。既然目前安全方面做到，點解我哋唔係行多步，而係要劃地為牢咧？多謝各位。副所用時間為3分06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現在有請反方一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試驗。試咪。大家好，有方話要共享住宿，但看待嘅定義咧極唔嚴肅。有方同大家講到話咧，我哋現時14年同埋26年咧，今年啱啱出咗份新指引，就係叫做推動緊住宿共享合法化。但睇清楚資料先，90年代開始旅館業條例立法當下，立法會文件同你講咩啊？已經會視乎個別賓館的實際情況，彈性審批要求。換句話講，有翻口中所講嗰啲，我哋按照翻每間賓館，然之後釐定翻佢嘅消防同埋建築要求咧，係早喺90年代嘅時候已經出現。有翻26年呢份新指引，只不過係炒冷飯，將過往嘅要求搬翻現時更清晰、更具體咁講出嚟多次。點解叫做推動緊住宿共享合法化先？所以有翻同學，我哋不妨睇翻民政局嘅副局長梁偉實講同大家講緊26年嘅有關指引咧，只係訂立緊更清晰、更具體，並無提及將任何非法嘅事情傳
轉為合法。咁請問有關同學，你推動咗啲乜嘢嘅合法化咧？所以從定義上，有關同學根本就冇將任何嘢放寬，將唔合法嘅事情變成合法。你所講嗰啲荔枝窩，根據現行法例已經能夠做到嘅情況底下，到底有啲乜嘢係而家嘅旅館有啲乜嘢係有個方案底下能夠幫助到佢哋嘅？正有關同學義務需要交出你嘅論證。所以就算我係退一步討論有關同學你嘅願景都好，到底你嘅願景成唔成立咧？一句歸納嘅啫，就係要發展鄉村旅遊，所以我哋就推動住宿同埋合法。但有關同學從來冇論證過個需要性有幾強，因為有關同學同大家講話，現時好多唔係旅客咧會北上住酒店，因為現時咧鄉村冇酒店。但到底有幾多人咧？有關同學冇交出過數字，真實嘅係我哋睇翻數據啦。如果你現時你想體驗翻邊境鄉村生活嘅，可以去打鼓嶺賓館嗰度咧，淨係一個鄉村嘅生活。甚至乎你想體驗鄉郊漁村生活嘅，亦都可以去大澳嘅海遊居。大澳又有，打鼓嶺又有。到底現時整個藍圖有幾多缺乏？有幫中所講呢啲嘅鄉村賓館咧，有幫來人冇交出個資料論證。更甚係按照有幫同學要搞無處不旅遊，要搞生態旅遊，我哋就需要喺生態嗰度開賓館嘅邏輯。咁係咪現時我哋要推展生態旅遊，只要同埋隻雀共享埋喺保護區咧？呢個邏輯根本就唔合理。所以民政局都同緊大家講，現時有超過108間嘅賓館咧，就已經喺新界同埋鄉村嘅村屋，到底邊度唔足夠咧？所以我需要性站住腳，我哋最後睇一樣嘢，我哋睇利弊。答案咧，我哋現時犧牲咗嘅係市民嘅福祉。論租金，有可能係冇回應過租金唔會上升。如果好簡單，因為短租嘅回報比長期嘅回報更高，作為一個業主，個自然地就係會傾向租金出去啦。咁喺呢種情況底下，佢正會影響長期屋嘅供應咯。咁嘅情況底下，租金升幅有可能又點樣處理咧？甚至乎論要乜，有可能要搞翻清楚，住同埋宿係承載住兩種唔同嘅期望。住講緊嘅係居住，我希望要嘅係一個安心、寧靜、放鬆到嘅環境。但宿咧講緊只係留宿一宵，留得宿嘅旅客自然就嚟玩，過嚟盡情享受嘅，佢會把握時間享受假期。兩班人嘅特性同埋期望都唔同，話就話共享住宿啦，但勉強又點會有幸福咧？所以有幫同大家講話，其實大家嘅外地咧都只不過係收緊，但係錯，不論係新加坡定係巴塞羅那都係禁止緊，甚至乎用觀光立國嘅日本咧，喺今年6月都容許地區政府實際禁止經營，點解我哋仲要走回頭路咧？多謝各位。反方一副所用時間為3分09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現在請正方二副有3分鐘嘅時間，最後請向嘅前 CD。判罪嘅位就係好，見到依附嚟先個最簡單定義合法化。你方話原來咧之前已經有份文件啦，可以做。有方我問你啦，燕崗、河上鄉、荔枝窩、塔門、蒲台島呢5個鄉下地方申請咗至少10次、20至30次，佢都申請唔到牌照之下，喺正方現有文件未有新指引之下，佢哋永遠都係個非法範圍。今日正係我方推廣嘅新方案。做咗之後先會允許一個彈性處理，你嘅彈性處理咧係文件之上，實際操作唔會執行。我方嘅彈性處理係做咗之後，或者會根據你本身個屋頂有冇啲防火物料，或者有冇嗰啲所謂消防相關嘅配套先會俾你。所以今日我方嘅合法化係成立，因為我方都係用翻地方定義啦，非法變合法。我方做咗新指引先會將本身嘅村屋變成合法，呢樣嘢成立。所以我睇翻啦，今日咧成條辯題最主要重視嘅係2個字，就係平衡。第一個平衡咧係平衡政策嘅利與弊。咁我好搞笑㗎，佢哋逼我哋要逼拍到要論證成條辯題咧，係要成個香港成個市區咧都做住宿共享。咁我話諗清楚先，今日本嘅文化新法、柏林、溫哥華呢啲地方，佢哋做住宿共享都會禁止某啲市區地方唔可以做，例如東京可能新宿啊、涉谷啊，因為本身當地民眾滋擾問題，所以佢會禁止某啲地方出租房屋。咁香港做住宿共享都唔會話推到全部地方要做，而係根據翻當地嘅情況啦，會有民眾嘅投訴啦，同埋安全問題，去選擇開放某啲地方，開唔開放嗰啲地方。因為我好強調嘅永遠係試點實驗，做咗啲鄉下地方可能比較係有啲多元嘅空間啊，或者當地地方有啲業權問題先去做，而唔係話開放一啲旺角啊或者尖沙咀呢啲旺區去做。所以呢個就係平衡上，我方從來強調嘅都淨係鄉下或者叫北部地方。第二個平衡係強調本身有冇呢個需求同埋供應。因為我方一副問你話，你唔做住宿共享，係咪打算喺荔枝窩或者係所謂係塔嗰啲地方度開酒店？佢方冇得，因為你都知道，今日喺香港情況下，你
唔做住咗共享，根本冇地方俾啲旅客去住，佢哋根本就做唔到深度遊。唔做深度遊情況，香港未來旅遊發展喺邊呢？第三個平衡就因為香港嘅歷史同埋文化啦。有同學唔知你有冇聽過塔門，唔知你有冇聽過蒲台島咧，甚至唔知你有冇聽過本身香港文化根源喺邊度咧？因為咧，大家會成日想去京都睇寺廟，去北京睇嗰啲四合院，但係大家有冇諗過留喺香港度睇下香港有咩地方咧？香港嘅圍頭畫，香港嘅啲木磚砌角，香港嘅磚頭圍牆，呢啲全部都係香港最根源嘅文化、最根源嘅歸屬感。今日我方強調嘅唔係淨係將間屋租俾其他人住，強調嘅係令到本身旅客嚟到呢個地方可以感受當地嘅文化，感受下拎起一個陳年國產，感受下由水井打水上嚟，感受下講下客家話，感受下呢個地方本身嘅呢啲文化。因為我方做嘅唔係希望旅客嚟到呢個地方係個異鄉人，而希望佢嚟到呢個地方住落嚟嘅時候有種穿梭時空感覺，好似翻去幾十年前做一個客家人嘅感覺。呢、個就係香港本身最根本嘅文化，亦都係我哋想保護嘅文化。多謝各位。方二副所用時間為3分09秒，冇過時，無需扣分。二將請反方二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佢嘅全示意。試咪。各位大家好，有冇成日咧好想帶大家去深度遊去認識香港？咁所以以副位置咧帶大家行下香港嘅3個景點。第一個咧想同大家去黃大仙祠，出嚟啲咩啊？有求必應。咁所以咧今日有好多同學咧其實都好似想做到黃大仙咁，有人想喎，咁不如我哋試下回應咯。例如佢話有人想喺鄉郊地方搞賓館，但好似咧之前申請咗10次都唔得，咁不如我哋就合法化等佢做到啦。但係等陣先，點解呢個叫做合法化？我幫問咗你2個位，其實有方從來冇正式交代過之前佢點樣非法，而家如何合法？你要政府官方文件嘅，我都同你講咗90年代制定旅館業條例嘅時候，已經話明可以彈性處理，但有方就話唔係咧，有人申請咗10次都唔得，但係申請咗10次都唔得，點解就等於冇彈性處理？我都唔明當中嘅邏輯關係。實際上有方話唔靠佢嗰份26年新嘅指引做唔到咁但係荔枝窩賓館18年、21年、22年已經陸續提出緊申請，未有你份指引已經可以彈性批出現時嘅旅館牌照，所以今日有方同學所講話要靠佢啲指引做到合法化呢一句顯然唔成立。我都唔反對過往可能有未夠清晰嘅地方，所以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乃至民政事務處嘅公告都講得清清楚楚，14年、26年嘅指引係提供緊更清晰、更具體嘅安排，便利申請。但到底有邊個話過呢個係一個合法化，令一啲過往犯法嘅東西而家唔再犯法咧？一個説法都聽唔到，所以有關呢個定義咧，顯然講唔過去。去完黃大仙祠啦，第2個景點，我想帶大家去美荷樓生活館，佢見證住火災之後政府安置一班流離失所嘅災民，亦都見證住政府一直希望以民為本嘅施政方針。而今日有方都唔例外，佢甚至想為埋一班旅客着想，話旅客咧而家都想去鄉郊旅遊，但睇完啲晚會之後冇地方過夜啊，咁所以我就係時候俾佢住啦。但難道而家真係冇地方過夜咩？我方一副同你講打鼓嶺有、大澳有，有方自己都識講荔枝窩同樣有，到底係邊個地方有旅客同你講我想喺嗰度過夜，但過唔到，所以我翻咗深圳咧？呢個數字同樣聽唔到，所以今日有方同學想俾大家過夜，我方都想，但係咪做咗呢個合法化就會令到啲人留低過夜咧？會多幾多人留低過夜？個經濟收益係幾多咧？我方又聽唔到有方嘅答案。咁最後一個景點啦，太平山唔止係香港嘅文化記號，更加成長緊一個願景，就係希望咧每一個香港人都能夠生活太平。但住宿共享外國經驗話俾我哋聽，只會雞犬不離。有方話唔係咧，世界各地都只係收緊啫，冇禁止。同香港高度類似嘅新加坡全面禁止，泰國有鄉郊地方同樣禁止，甚至乎巴塞羅那仲過放寬㗎。最終咧發現嚴重推高租金，於是乎決定撤回方案。2028年開始全面禁止住宿共享。因此今日同香港類似嘅地方，樓價冇香港咁貴嘅地方都唔夠膽俾租金上升，點解香港夠膽呢？多謝各位。反方二副所用時間為3分11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係台下發問嘅環節，每間院校有2次台下發問機會，台下發言者冇權要求常作答，每次台下
每位台下發言者發言時間為45秒鐘，喺法定時間完結前15秒計算將鳴鐘1次。議事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喺法定時間終止時計算將會連續按鐘2下。是台下發言者必須立即停止發言，如果停止發言，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任何一方喺3秒內未能夠提出代表做台下發問，當自動棄權論。台下發言者必須發問，否則發問一方冇分，對方可以攞多題之滿分。如果有任何爭議，以評判意見為準。任何一方對是咪？有方同我完全唔對嘴，佢講嘅係人多密集地方仲有弊處，就全盤否定住商共享呢個模式。第一個弊處話會破壞租務市場，問題力量本係邊個河上長租市場，係咪有方嗰度講嘅咁大競爭呢？就針對偏遠地區，從來都會製造過租金上升嘅問題。第二係滋擾問題，但係其實而家荔枝窩地區人有個投訴屋，有個一個數字都交唔出。所以我方見到係日本會限制住宅、學校地區唔俾做民宿，台灣會淨係俾鄉郊地區做民宿。問題迎刃而解嘅時候，係咪有方就會支持變題呢？多謝各位。方同學有1分鐘時間準備。有請反方同學答辯，有45秒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佢計算先。全部都係鄉郊地區做冇租金上升嘅問題。但第一，有方冇引用個資料説明冇租金上升啦。其次，有啲咩可以對比先？例如大圍嘅銅鑼灣村啦，係有方和華你所講嗰啲村屋嘅地方，但係佢離市區咧只係15分鐘路程。咁同埋方和外地嗰啲，我出翻去城市要3個鐘，有啲乜嘢可比較先？所以喺香港呢個地方入邊，如果我講緊租一間村屋俾一個普通住客，我2年咧可以賺到30萬，以銅鑼灣村為例啦。但如果我放租出去咧，原來過2年我可以賺到
價超過100萬，咁你係業主，咁你會選擇短租定長租先？顯然係短租啦，你嗰度咁階級有人應該係講。有請發哥同學做第一次台下發問，你有45秒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強嘅全示意。時間已時間。各位大家好，有番主辯話咧，荔枝窩已經有民宿拎到賓館牌，甚至乎拎埋獎添。但一二課咧就鬼拍後幾枕，就話荔枝窩咧冇民宿申請到賓館牌。咁唔緊要，我哋睇翻現況。其實就算冇有關嘅方案咧，截至22年，荔枝窩已經有11間民宿透過彈性處理拎到賓館牌。咁所以想問有關同學，如果香港從來冇任何彈性處理，操作上冇放寬過任何東西嘅話，點解立法會秘書處文件會同你講，截至2017年，香港已經有130間嘅民宿透過彈性處理而獲得牌照咧？請你1分鐘解釋。多謝各位。方同學有1分鐘時間準備。同學答辯。示意。試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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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咪。大家好，有方問點解170間有牌照？好簡單，因為佢合乎到一般賓館牌照嘅安全要求、消防要求等等種種嘅要求。但係因為我方舉嘅例子係咩啊？燕崗河上鄉，有方你冇回應過㗎？喺過往你嗰啲一般賓館牌照嘅制度下，呢一啲嘅地方，佢本身個屋頂係木製，本身冇緊急車輛可以進入到，無論如何都申請唔到牌照嘅時候，要如何合法經營住宿共享？你冇回應過。所以我科話俾你知，我科出現呢啲指引全部都可以合法做到嘅時候，由非法變合法，係論證緊變態。所以今日我科咧終於聽得出佢嘅立場係咩啦？佢覺得咧，你喺燕崗啊、河上鄉呢啲地方玩完咧，你咪翻打鼓嚟住咯，咪翻銅鑼灣村住咯。所以喺我科眼中咧，多謝各位。有請正方同學做第二次台發問，你有45秒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嘅全示意。學生席。最擔心嘅咧就係究竟係咪符合合法化嘅定義啦？第一，你冇反對過鄉郊住宿共享合法化，即係擔心90年代已經做咗，咁係咪就係代表冇推進到咧？鄉郊保育辦公室總監鄧文斌就指出，當年最大嘅阻礙就係規管1刀切，消防安全排污全部套用市區酒店嘅標準，唔適用於鄉郊村屋。當初荔枝窩想做，但係原有條例做唔到，所以政府修訂牌照要求，先至可以俾佢合法攞到個牌。所以合法化油方講唔過，咁想問下油方到底反對呢一種
法律之一，係咪應該將而家9點講嘅發牌嘅文式全部收晒個牌咧？多謝各位。法科同學有1分鐘時間準備。有請反科同學答辯，你有40秒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前示意。示咪示咪。在各位大家好，有冇問我哋係咪要收翻而家啲度假屋個牌翻嚟？咁梗係唔係啦。所以嚟到呢個位咧，搞清楚先，雙方有個共識嘅，大家都同意用而家嗰套規矩去審批旅館牌照，去搞呢一啲嘅民宿。關鍵嘅分別只係在於到底友方咁多年嚟有冇做過合法化。有幫引咗個鄉村代表嘅講法，話以前咧一刀切好慘啊，申請唔到。但係政府官方文件去過，喺90年代嘅官方文件已經寫緊，會視乎個別賓館嘅實際情況彈性審批要求，所以一直都有彈性。友方嘅彈性唔係合法化。友方有嘗試同我哋講話，咁91年嗰陣時立法都叫合法化啦，好唔好？但係咁就先，91年之前唔使拎牌就可以做，91年之後要拎牌，呢個係收緊嚟嘅喎，點會係合法化咧？所以多謝各位。即將之後辯論嘅環節現宣讀。首先，我再為戰台發問，你1分鐘發言時間，最尾我請向鏡前示意。示咪。大家好，我方台上已經論證咗租金上升同住宿共享有直接關係，所以有方方案咁保守，攞現時政府做緊嘅嘢充當新方案，係因為友方都知，若然全港全面推行住宿共享，租金上升嘅弊處必然會發生。但有方啲副話，日本同澳洲都只係有限度咁允許住宿共享，而唔會全面禁止喎。但錯，巴塞隆拿24年因為住宿共享導致當地嘅租金被過分推高，唔少人租唔起樓，所以29年開始會全面禁止住宿共享。請問友方，其他地方因為住宿共享而令租金上升，甚至全面禁止，香港有咩實施能夠避免同類後果發生呢？多謝各位。1分鐘時間準備。有請正方同學答辯，有45秒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前示意。香港嘅獨特之處可以避免租金上升，
好簡單，今日睇荔枝窩做到而家租金又冇上升，有方冇答過，都冇提供過數據。所以咧，荔枝窩做完主共享都冇租金問題，香港咪自然繼續做落去咯。再講你不斷強調嗰啲咩巴塞隆拿嘅地方，今日唔好做咯。咁我同你講啦，日本有市區要禁止，因為本身有問題。禁止咯，所以我方不斷強調係因地制宜。香港荔枝窩做完冇問題，自然繼續做呢點成立。所以我強調嘅係深度遊有冇需要，有需要嘅情況下，你方坐視不理，全民隻手乜都唔做，我方見到情況解決問題，我方更應成立辯題。多謝各位。環節結束，想同各位評判解釋翻，因為咧今次咧得2條台下嘅，咁所以咧分子上嗰第3條咧係唔使評分嘅，我哋照常進行比賽就可以啦。咁接住咧就係自由辯論環節，現宣讀賽規。自由辯論發言必須喺2隊之間交替進行，首先由正方1名隊員發言，然後由反方1名隊員發言，雙方輪流發言，直至時間用盡為止。過咗好時累積計算，一方發言結束即開始計算另一方用時。喺總時限內，各隊員嘅名字、次數同用時不限。如果一方用時已經完結，另一方可放棄發言，亦可輪流發言，直至時間用盡為止。放棄發言者不影響計分，每分均有2分30秒嘅發言時間。喺法定時間完結前1分鐘計算將鳴鐘1次，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喺法定時間終止時計算將連續按鐘2下。是辯論員須立即停止發言，如不停止發言，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現在請雙方辯員試咪。試咪。如果冇問題，有請正方同學發言。有可能二哥你睇完之後，我認為就發揮太過分。你幫你答咗我先，咁你個方案令到啲乜嘢人犯法變成合法咧？所以佢冇地方犯。你講清楚邊條村先？燕江。咁有冇合法可以申請賓館嘅途徑啊？本身？冇錯啊，過無咯，所以而家先可以合法到嘅時候，咪就係論證緊辯題咯。所以有方冇回過嘅，燕江根本連呢啲地方住都冇得住嘅時候，結果啲人就北上翻去大陸度瞓咯，所以旅遊業做唔起嚟咯。所以仲有方啦，我喺河上鄉又玩完呢個雄性寶誕啦，咁我又可以瞓邊咧？想問邊條法例禁止燕江呢個村屋唔申請得不會合法？但係佢申請咗好多次，佢都合乎唔到標準。好簡單問有方一條立場問題啦。今日講緊住宿共享係一個模式，你要唔應該合法呢樣嘢嘅話，咁係咪過往做緊一啲全部都收翻取消翻？申請過唔批就等於嗰樣嘢犯法，咁我都申請過入便條，但係佢唔批我，係咪我入便條犯法？唔係你冇，因為你冇違反合法律。但係如果去做住宿共享係違反法律，所以問多次有方啦。如果你反對住宿共享要合法化，過往荔枝窩做緊個屋主都可以住翻入去㗎，咁係咪要禁止佢住翻入去？所以燕江村、河上鄉村嘅人申請賓館牌照呢件事犯咗邊條法例？所以你係要取消翻，要收翻晒，係定唔係？唔係，所以有方講唔出以前燕江村、河上鄉村申請賓館牌照點解犯法，或者係之前都可以合法申請牌照，你嘅方案冇令任何嘢由本身犯法變成合法，你離題冇論證過合法化咯。咁問翻有方嘅需要成立，你講到好想深度入，做咗你個方案之後咧，做咗住宿共享之後咧，可以多幾多人去深度入？咁我想問啦，如果個屋主拎完個牌又住翻入去自己間住宿，咁佢係咪做緊住宿共享啊？點解唔係？係啦，所以有方你都同意呢一啲嘅情況，你唔收翻個牌，咁咪即係都係做緊住宿共享咯。所以有方無非係捉字蝨，佢覺得咧條法例咧冇寫明住宿共享呢4隻字，就代表唔係做緊呢樣嘢，但係錯，個概念模式係一致。所以有方都冇回過嘅時候，再問有方啦，冇指引啲人亂咁做，係咪更加好啊？搞清楚立場問題，我其實大家都同意㗎。住宿共享而家喺香港係合法，我哋反對緊嘅只係有方你個方案冇做到合法化，因為你冇令一啲本身犯法嘅嘢變成合法啊嘛。咁有方同學定係你話翻俾我聽，你係諗住收呢條法例啊？係啦，咁所以有方都承認咗佢嘅立場，佢唔係反對要推動住宿共享合法化，佢同意要推動嘅，佢只係覺得咧而家咧嗰啲河上鄉啊，應該都係合法。咁我就想問啦，到底佢哋要點樣合法經營到呢一個嘅住宿共享喺冇26年嘅指引下？
符合地契同埋租契，然之後如果你民宿牌照事務處嘅消防要求就可以申請。問翻安同一次，呢一啲本身已經寫到明嘅情況底下，有啲乜嘢合法化咗啊？冇錯，所以佢永遠都冇辦法俾緊急車輛進入，所以佢永遠都係非法，係咪？唔係啊，牌照事務處90年代已經話可以彈性調整，點解申請唔到？但係彈性調整完都唔可以合法到，所以最後一次問你啦，佢係咪要收翻條路出嚟俾啲車入到去？咁會唔會係其實佢冇做足標準，所以牌政事務處唔批個牌俾佢咧？咁點解而家又會突然之間允許佢呢個牌咧？因為佢做翻好達到咗個標準。所以佢係掘咗一條路出嚟，可以俾啲車入去。唔係啊，因為牌照事務處一直都話可以彈性調整，但係要交個合理嘅替代方案。你以前交唔到，我咪唔批俾你；你而家交到，我咪批俾你。都合法咗啲咩啊？所以過往交咗30次都係掘唔到條路，而家係31次咧掘到條路，我就俾佢做。所以未有關記錄年份指引之前，荔枝窩正就係靠彈性指引攞到賓館牌。台下同你講，1991到2017年有130間都係本身唔符合個硬性標準，但彈性攞到牌，唔靠你指引都攞到，咁你幫咗啲咩咧？係啦，所以佢2021年拎到推動緊合法化。咁我想問下，21年做到呢樣嘢係唔應該推動，應該收翻？唔係，因為90年代立法會已經講咗可以因應個別情況而彈性處理，所以講到未有方即係訴諸無知，我唔知佢前30次批到啲乜嘢，所以第31次咧就一定係推動合法化啦。但呢個邏輯顯然唔合理，所以問翻方嘅乘客，你做咗呢個方案之後，佢係多咗幾多旅客會過嚟香港㗎？所以有方立場好矛盾，佢一方面咧又同我講過往冇做錯，推動咧一直正確，而家咧再做多一步咧就唔應該做，唔應該推動，到底立場？我冇推動，問多你多次乘客，你做咗呢個方案之後，多咗幾多旅客過到嚟香港？過往冇推動，咁點解佢會突然間放寬啲條件俾啲民宿去申請，俾啲民宿合法咧？政府幾時話過呢個係合法化嘅方案？唔係啊，過往連度假屋牌照都冇嘅時候，咁唔係推動緊，點解會有？90年代的而且確話度假屋可以申請賓館牌照，所以有方講唔出政府幾時話過你個方案係合法咯？咁講下你方案嘅乘客嚟到底多幾多人過夜啊？佢合法化就由賓館牌照變咗係賓館度假牌照呢個合法過程咯。合法化咗啲咩？呢啲本身唔符合要求，申請唔到合法嘅民宿，佢變得時間用盡，反方上如3秒。但係我講緊佢由賓館變做賓館度假牌照，佢真係合法變做合法，咁推動嘅啲咩咧？多謝各位。現在有1分鐘時間給予雙方做總結準備。有請反方結辯，你有3分10秒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嘅呈示意。我好，在各位大家好。啱呢句咧喺辯論場上邊適用，喺以整體市民出發嘅政策上面咧就更加舉足輕重。所以呢個都係政府一直以嚟行事嘅原則。但嚟到此時此刻，區區為咗少數人想同旅客共享一室，換嚟大多數人嘅損失，3個字唔值得。所以結辯位置咧，想用3個心字嚟同大家總結呢場比賽，分別係開心、放心同安心。先睇開心，嗱，我今日講到嘅咧就係擔心班旅客唔開心。但我今日好好奇啦，要話
佢哋有幾唔開心咧？明明喺住宿上百貨應百客，隨便你選擇。你中意鄉村生活嘅打鼓嶺有賓館，你中意圍村客家文化嘅荔枝窩生活體驗館，你中意漁村生活嘅有大澳海遊居。明明見過下咁多俾你揀，究竟我方都好好奇㗎。咁有幾多旅客因為冇得住你方所講嘅鄉郊而唔開心咧？好可惜嘅係，由方嚟到而家咧都係交唔出數字。咁點解要過後會有咁多選擇咧？原因好簡單，因為政府自90年代起已經有彈性安排，所以有方今日好狡猾㗎，佢將條時間線咧拉到去過去，我哋過去發放呢個牌照係對係錯，但事實上唔係咁樣，因為合法化嘅定義本身就係將一啲唔合法、犯法嘅事情變成合法。而當我哋見到營運賓館嘅時候，不論90年代、10年代定嚟到今時今日2026年都係合法，有方從來冇將任何嘢由非法變成合法，又點樣叫做論證咗辯題入邊嘅推動合法化呢？所以定義講唔過去嘅時候咧，由方講足全場嘅需要性，不過係一種畫蛇添足嘅狹隘，夾硬將現況下嘅制度破壞。於是咧就送俾友方第2個心節啦，就係住得放心，要住得放心要平衡同持份者嘅利益。而住宿共享呢個議題咧，我哋12年開始討論，諗過度過，最終我哋好清楚，公眾利益條底線我哋唔能夠打破，友方自己都清楚。但友方今日咧就驚啦，所以佢就只能夠將個方案咧放喺鄉村。但係我幫都問啦，鄉村同樣有人，一旦你進一步推論，一旦有個推進嘅時候，同樣地都會面對陌生人每日不斷進出屋苑嘅滋擾，同樣地會面對租金上升，所以友方者都唔夠膽去進一步去推動㗎，因為知道咁樣就會影響民生。所以我方見到嘅就係弊處確立，歸根究底咧，友方只不過係高舉鄉郊旅遊嘅時候，去漠視民間疾苦，究竟係為緊班咩人發聲咧？最尾個心節咧係活得安心，香港市民能夠活得安心，從來唔係好彩，而係政府規劃每一寸用地嘅時候，都守住一個原則，就係住宿分明。有朋自遠方來，固然不亦樂乎，但再熱情好客，終究只係一宵借宿。但對於扎根喺香港嘅人而言，住係一生歸屬，兩者從來唔係對立，關鍵係如何規劃。當我方見到佢哋住得太近咧，就會影響大家；搞得太遠咧，就感受唔到本地特色嘅時候，政府嘅取態從來都唔係走向極端，而係平衡大家嘅意願。而過往逐步堆砌細則，令互相衝突嘅持份者得以和而不同咁活得安心。我哋要做嘅係守護呢個平衡，而好似友方咁打破呢個規則。住宿共享就係模糊咗住同埋宿舍嘅界線，將遊客嘅一宵同香港人嘅一生混為一談。如此一來，旅客唔享受，居民唔接受，整個香港社會好難受。即如此，我哋要守住呢個界線，令大家都可以開心放心活出自己人生。多謝各位。校方直接使用時間為3分23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現在有請正方結辯，你有3分15秒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是咪？主席評判有冇台上各位大家好，其實今日討論嘅並唔單單係一張床、一間房、一種住宿形式，亦講緊我哋香港旅遊業做過下一條路可以行。作為一個城市旅遊模式，要慢慢由到此一遊變成深度體驗，我就唔可以做一套舊嘅制度去翻咗個新嘅時代。我哋今日推動嘅並唔單單係法律上面嘅白紙黑字，結果一條條文咁簡單，又係香港旅遊業做咩路數可以行。正就係因為我哋有好多問號，對於我哋嘅旅遊業，對於我哋嘅法律制度，對於我哋住宿同呢個模式，我哋更加需要政府俾出一個句號我哋。因為市場有需求，社區有變化，旅遊有轉向，但如果制度永遠停留喺原地，咁最俾人困住嘅就唔係住宿，又係香港自己。有分來一路同你講話，冇必要住宿同呢個模式，可以就喺荔枝窩、喺鹽田仔、赤徑、喺塔門嗰邊開賓館，喺有分來幻想世界入邊，的確幻想好美好，但現實做唔到啊嘛。根本上就唔會有賓館，唔會有酒店願意進駐嗰啲地方去開賓館。喺冇供應嘅情況之下，我哋偏偏就有呢個需求。而呢個亦都係我哋香港住宿共享最需要住宿共享嘅一個原因。有哋不妨走去有分來想見我遙景嗰度睇下，佢想要嘅就係唔要住宿共享，要取消所謂規管，取消晒所謂條例。我哋不妨代表遊客角度，佢今日唔去荔枝窩啊，我哋想去塔門。我哋去西貢坐翻1個半鐘嘅船去到塔門。佢都感受當地嘅歷史文化，感受媽祖同塔門，而呢啲嘢唔會一日睇完嘅喎。咁佢嗰晚就要趕翻個尾班車，要出翻去西貢搭1個半鐘嘅船，
去翻再轉翻小巴士翻去翻將軍澳，唔通佢係住一晚皇冠價酒店咁樣，再第二日翻返去塔門嗰邊再去玩咩？所以其實如果呢個係有方落實見到願景嘅話，未免係太過唔睇重旅遊業啦。而我哋旅遊業嘅常態已經慢慢變緊。我哋以往香港嚟嘅特色係一個金融中心，係一個唔同好多商圈發展好好嘅地方，可以揾到唔同嘅特色美食。但係一放眼世界，我哋見到韓國、見到台灣，甚至歐美唔同國家地區，我哋已經見到好多呢種商業模式已經慢慢見到呢個唔再係我哋香港唯一獨特嘅地方。香港嘅商圈唔再係我哋香港唯一可以賣俾旅客嘅賣點。所以慢慢嘅旅遊模式慢慢去到由到此遊轉翻深度體驗。而好多時我哋去旅行或者旅客嚟香港旅遊，你都會去一啲歷史古蹟擺佢哋行程入邊。但好多時我哋會發覺呢啲純粹係一啲點到即止嘅行為，我真正感受。要點樣真正感受？我哋真係行入去啲鄉村，行入去好多住翻幾晚，去感受翻當地本土人情，感受當地嘅歷史文化，當地人與人之間感受溫度咁樣。而呢樣嘢直接係住宿可以帶入啲各位旅客地方。其實我哋今日住宿共體已經唔單單係提供個新嘅旅遊選擇俾旅客咁簡單，亦有機會幫我哋香港重新審視同埋定位我哋香港旅遊特色同埋旅遊業轉型，並唔係一步登天咁簡單，冇話一嚟就係一個完美嘅方案，亦要靠慢慢推動，靠政府慢慢用修例去推動，靠我哋市民嘅人情味，靠我哋對香港嘅愛，靠你嘅貢獻，同時會靠旅客慢慢感受。在座各位，我哋今日我分分支持住宿共體合法化，並唔單單係為咗個住宿模式本身，而為咗係香港旅遊業嘅未來。因為一個城市最值得俾人記住、最深刻、最令人印象深刻嘅地方，並唔係佢從來未改變，而係佢願意喺改變之中，為更加多人打開呢道門，去迎接更加嘅旅客。多謝大家。當結束所有時間為3分17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經過一番爭辯，比賽告一段落，有請評判退席商議，亦都請台上邊員到台下休息。請雙方辯員上台就座。喺宣布結果之前，有請各位評判就今日對賽雙方嘅表現發表一啲寶貴嘅意見。首先有請香港都會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講師黎國威博士。開始都真係要注意一下。
4個台下邊可能有唔同個嘅好多中大財整世本上啊，科大今日就可能貴精不貴多咁樣。但係都係咁講啦嚇，即係辯論始終係一個團隊比賽嚟嘅，所以咧，尤其是我哋都評分嗰度有一個項目係叫合作班咁上緊嘅。咁合作班其實有好多嘢會睇咁樣啦，好應該變過晒佢哋咁滯啦嘛，好幾次都提一樣嘢。我幾睇嗰樣嘢就係喺嗰個自由辯論嘅過程之中係唔係所有人去參與咧？咁呢好緊要嘅。咁我就開名啦，即係希望唔好介意，即係唔係你嘅問題令到即係個結果點嘅。即係如果喺即係要自由辯論嘅時候，一你唔係參與緊嘅，二你可能係準備緊一啲嘢嘅話咧，咁你要注意啦，係啦，即係或者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太好嘅叫做法嚟嘅，因為我留意咗好耐，我真係望咗好多次咁樣㗎啦，咁我發覺咦好似點解好似唔係喺嗰個即係自由辯論嘅環節裏邊嘅咧？點解咧？即係我覺得好似有啲怪怪嘅一種嘅叫做感覺嘅，即係起碼你都聽下到底人哋嗰度係講啲乜咁諸如此類啦。咁即係唔能夠即係太過同嗰個隊友嘅距離又太遠咗，你踢波都講到距離㗎嘛，你都知拉個空間啊，拉近啲三立線啊等等咁樣啦嚇。仲有就係喺即係一啲嘅叫做即係所謂嘅即係成個論辯嘅過程裏邊咧，都有啲地方咧，即係我會理解可能係一啲唔係幾好嘅叫做所謂嘅叫實驗咁上緊啦。即係譬如舉個例咁就係正方出現嘅狀況比較多啲嘅，因為正方俾我嘅感覺咧，你喺度講成條你嘅叫做論述主線啦，即係佢嘅打法，譬如你個打法或者踢法上面嚟講咧，你好似係會想講一樣嘢或者想處理一樣嘢，就係話既然有啲嘅即係有啲嘅叫做地方啦嚇，佢唔合乎要求喎，咁不如我哋就降低個要求，就俾佢可以做得到咁樣啦。咁而呢一樣嘢咧，我見到反方喺自由辯論嘅時候都提出過嘅，咁好可惜就要再滑落去啦，我覺得可以再滑落去嘅，即係因為反方即係有其中嘅呢個係話，你知我講邊個啦？總之就喺度問咗問題，咦你申請入邊條你入唔到咁樣，呢個比喻其實係幾好嘅。但係我覺得可以再即係當對面去實踐包嘅時候，其實都包得唔係幾靚咯，即係覺得可以再約落去呢度解釋嘅話，你實際上講緊話咧，即係嗰個標準嘅轉移嘅問題，咁你可能我估你都知道你哋想啲叫做攻擊佢嘅文化，呢個係佢弱點嚟㗎嘛。咁我哋佢弱點就即係講緊話嗰個標準如果達到嘅話，咁不如我哋就轉即係降低個標準或者轉嗰個標準去咁樣啦嚇。咁呢樣嘢其實可以再繼續即係叫滑落去咁樣得唔得啦？即係就人哋弱點去攻，咁成個都一樣嘅啫。人哋嗰邊嗰個即係邊弱啲就打去邊咁樣㗎嘛。咁就啲咩咧？因為時間關係啦，咁我就留翻其他啲即係可能比較內容上面嘅嘢俾其他嘅論評過程啦。多謝各位。咁現在有請黎博士上台，因為我哋要翻個傾俾你，唔該晒。接住有請香港樹仁大學生物與全球學系客席講師陳忠坤老師。係各位好，啱啱幾位同事都講咗啲嘢啦，我接埋落去啦。首先咧就想講下個名湖嗰個辯題嘅，咁個辯題咧就係應推動住宅共享咁呢樣嘢咧就住宅共享咧就好多人都聯想到係即刻係旅遊方面嘅。個標題咧
咧就冇淨係冇局限咗喺鄉郊嘅地區啦，所以咧就如果係即係因為正方嗰度咧就開始咗嗰條標題個辯題咧就係喺鄉郊嘅地方咧就推動住宿共享，所以咧就辯方嗰邊咧都跟住咁樣講。其實咧就住宿共享可以係闊啲嘅，唔單止係鄉郊啦。如果係喺市區嗰度，咁又點咧？咁如果係喺市區嗰度咧，就即刻辯方咧就其實佢哋開嗰時都已經係講咗係有擾民同埋有經濟效益呢個問題，中間係點樣去平衡咧？正方嗰度咧就我一路聽落去咧，佢都冇答到呢兩條問題嘅，即係點樣去解決擾民嗰度啦。咁同埋咧就如果你係講鄉郊咁講啦，咁你又跟住又引用咗好多外國嘅例子啊，譬如喺日本啊、喺台灣啊嗰啲地方，佢哋有冇一啲經驗，你哋可以總結到出嚟，係譬如講緊擾民嗰樣嘢，佢哋點樣去處理咧？呢度都係政府嗰邊冇回應到嘅。咁至於喺辯論嗰陣時，正方同埋反方啦，佢哋我見到咧就反方嗰邊咧就嗰個準備係好啲嘅，即係譬如舉例啊，劉冠希啊、梁天文啊，咁佢哋都係冇用 Q 卡嘅，同埋咧就講嘢嘅時咧都好流暢啦，因為冇用 Q 卡啦，所以可以同台下嘅評判啊，或者係其他嘅人咧可以有眼神交流嘅。咁呢樣嘢係我覺得好好嘅。仲有咧就梁天文，佢喺佢個發言嗰度咧就都見到佢有啲鋪排。雖然佢冇用 Q 卡，但係咧佢舉咗好多例子啦，即係譬如係黃大仙啊、益美啊、美荷樓嗰啲咧，都係一啲香港嘅景點啦。佢喺介紹即係如果係住宿共享係喺呢啲地方嘅話咧，係有啲咩意義啊？咁呢方面咧，我就覺得佢喺鋪排佢個稿咧，就係比較用心啦。呢樣嘢幾好。正方嗰邊咧就機電啊、離合調啦，咁佢雖然都係有用 Q 卡，不過咧佢我覺得佢喺今次個辯論嚟講咧，我覺得佢都表現得好好。第一就係佢語氣好肯定啦，第二咧就係佢個 Q 卡佢係有喺手裏邊拎住嘅，只係喺一啲數字啊同埋一啲名啊咁嗰陣時，佢先至會出嚟查下，咁嚟到肯定佢肯定自己啦，就唔會講錯啦。我覺得佢呢個用 Q 卡咧就都好好嘅。其他冇乜我啲評語講到呢度啦，咁我交俾下一位評判。當我哋請陳老師上台，因為我哋即將為你頒發表演。有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碩士課程講師賴慶芳博士。各位同學
師啦，亦都係中文系嘅老師。咁我想講下呢條題目。我覺得今日兩組嘅表演咧，佢哋嗰個試咪環節係非常之精彩，所以又會有少少期待嚇。但係咧個內容我覺得開始變咗成有少少偏差嚇。如果根據我哋個年代嚟計算，或者以中文角度咧，香港應推動，咁所以應該個應字應該嚇。正方係應該主人應該，反方應該係不應該嘅嚇。咁講出應該咧，應該係有好處嚇，即係有啲乜嘢好處，大過壞處，所以應該。如果不應該，應該提出啲弊處，然後係大過利處，然後就不應該，咁就成立啦。咁至於合唔合法化咧，我哋咁講啦，香港住宿共享呢個問題咧，即係住宿共享呢個亦都係個定義嚟嘅。喺兩種嘅辯論裏面有去定義到呢個即係呢個問題咧，其實唔好喎，因為咩叫共享住宿？唔係淨係鄉郊區開幾間民宿嗰啲叫共享，你喺一間屋裏面咧，你租個房間俾人哋共享客廳、共享廚房，嗰啲叫住宿共享。咁所以咧，亦都包括城市裏邊㗎。其實咧，佢哋有樣嘢就係、正方同學咧係比反方同學咧嚇到㗎。反方同學就會提升呢、即係租金，但係如果你查翻資料，即係真係有做過準備嘅咧，會發覺日本有好多呢啲咁嘅彈性嘅叫住宿共享計劃，即係意思係咩咧？就係話你可以靈活咁去租一個間屋，你可以租一個禮拜、2個禮拜、半年或者幾個月都得㗎，甚至租一間房間。咁所以咧，呢個係咧住宿共享呢一樣嘢，其實如果查清楚第二條，發現其實個議題咧同個內容可以及到闊㗎。係咪真正可以托嗰個租金真係高咗咧？係唔係㗎？如果係以歐洲嚟講同埋日本嚟講，你查一查知道租金非常之便宜㗎嚇。咁所以咧呢一方面當然啦，今日個表現就睇佢哋表現，就變咗係即係因為正方未行到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佢哋自己蝕咗張㗎。呢個咧作為中文老師，我就想同你講下，即係呢個辯題，當你立得住腳嗰陣就冇人打到你啦。呢個係第一點啦嚇。咁至於第二點咧，就想講到試咪嘅環節咧，我哋記住下，試咪係真係叫做 testing 個咪係咪正常？咁一兩句咧就我哋個年代係冇試咪環節㗎，你出嚟嘅時候可以試咪，但係你試咪可以冇問題，清嘅保長每1分鐘嚇。如果試咪變咗演講咧，其實呢個唔係辯論比賽，係演講比賽啦嚇。咁有在下嗰啲同學咧，即係有兩組同學讚翻正方同學係非常之即係時間冇掌握得好咯。正方同學講得好精彩，但時間就相對長咗。咁因為長咗，於是咧令我哋印象深刻。我成場辯論比賽，我對你哋個試咪環節咧反而印象深刻多過即係裏邊嘅辯題啦。咁我希望咧在座啲主辯單位咧，你哋即係主辦嘅單位咧，希望你哋將個試咪環節限時，即係例如30秒或者1分鐘之內嚇，唔好俾人超時啦。咁最後第三點，我想講一講咧，就係自由辯嘅時候唔需要太急㗎。自由辯嘅時候咧，因為咧正方同學咧有啲同學可能個性比較急啊，同埋反方同學都係。當你急嗰陣咧，就係話人哋講咗一句，於是我即刻彈起嚟，你都未諗定不駁佢，你就即刻講咗，其實嘥咗啲時間嘅。你記住，你彈起嗰刻係要一擊到佢，你先好彈起。彈唔起，你交個咪俾隔離。咁如果你彈起講咗啲唔係能夠擊到對方嗰陣咧，其實你蝕咗張嘅。呢個叫做係自己蝕張。咁因此咧，因為咧我哋按照大會嘅規定係計時嘅，即係你停一停咧，佢應該到你講下先計時。如果你停嗰段時間應該唔係計時嘅。咁所以咧，你諗清楚自己有乜嘢點可以打到對方，你先好彈起咯。咁呢一個咧就喺自由環節咧，我睇過嗰場辯論比賽都發現有同學好注意到呢一點嚇。最後咧，我就想講下啦。其實今日個辯論比賽裏邊咧，我即係睇咗好多場之後，今日辯論比賽嘅兩組同學，我估計可能佢哋已經贏咗好多場，或者係打到入嚟啦。咁所以喺個題目個定義嗰度咧，就係蝕咗張之後影響咗成場個內容嘅表現嚇。咁但係咧，我都讚賞佢哋兩組啦，就係佢哋咧嗰個表現啦。因為我坐喺度見到佢哋好驚我嚇，我望住佢哋，所以我特登耷低頭唔睇佢哋嚇，佢哋冇嚇親佢哋講嘢。咁但係耷低頭都聽人哋講緊乜嘢嘅嚇，咁同埋你有冇手震啊，各方面我都留意嘅。千祈記住，淡淡定定做咩自由地講，唔好咁驚嚇，因為大家都係人。好多謝各位。早晨。
住有請香港都會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高級講師黎奕寶博士。大家好啦，咁其實兩方面嘅表現都好精彩啦，特別入得嚟呢個決賽嘅，相信都係精英啦。咁我又分享下我喺評論角度，即係喺呢個辯論比賽我又睇到啲乜嘢啊？首先正方同我講咧，你哋主打嗰個咧就係呢個鄉郊旅遊。咁我覺得係有佢嘅可取之處嘅嚇，因為本身我哋知道要將一樣嘢合法化，咁一定係會有好多風險啦。咁我嘗試理解你哋嘅思路咧，就係透過將嗰個合法化嚟限制喺呢一個去協助呢個鄉郊旅遊嘅發展，將嗰個合法化咧主要係打佢喺鄉郊嘅一啲旅遊點嘅地方去做呢個住宿共享嘅合法化。咁你將佢呢一個合法化加咗限制啊，將佢包裝做呢個因地制宜啊，將佢包裝為呢個喺政策度攞平衡啊，係可以成功將呢個辯題正方成立嘅嗰個門檻係降低嘅啊，呢個係我覺得係可取嘅。咁咧反方嗰個應對係點樣咧？反方嗰個應對咧就係話雖然有呢一個鄉郊旅遊係有嗰個住宿嘅需要嚇，咁但係有需要就唔代表要批准嘛，係咪？咁反方好妙語連珠就講到黃大仙係嘛？講到黃大仙啊，唔通有求就一定要必應咩咁樣啊？咁所以係啦。正方成功刻畫出喺鄉郊旅遊係需要住宿，咁但係反方咧就話有呢個需要啫，就唔一定就要合法化喎咁。咁梗係有一啲原因先令到佢本身係被規範批准啦。咁但係究竟因為啲乜嘢原因而嗰個住宿共享係之前唔係好合法咧，或者唔係完全合法咧，或者有好多嘅規限咧。我覺得正方應該要講多啲而家原本嘅嗰個規定有啲乜嘢唔合理嘅地方。我一直咧都抱住呢個疑問好長時間嘅，咁就即而家嗰個關於對呢個住宿共享嘅規範究竟係有啲乜嘢唔好啊？咁我係去到比較後段咧，我先聽到。咁但係咧，亦都唔係反方咧都冇講到呢方，即係反方都冇講到而家嗰個規定有幾合理。正方咧亦都冇講到而家嗰個規定咧有幾合理。但係去到呢一個台下發言嘅時候，呢個正方第一次回應台下答辯嘅時候咧，我又開始聽到啲嘢啦，就係話原來因為嗰啲嘅房屋咧係木製嘅木屋嚟嘅，所以唔批准。因為緊急車輛入唔到去，所以唔批准。跟住原來去到嗰一下咧，叮嘅時間就完咗啦，冇辦法再展述落去啦。咁我作為一個我係語文老師，我係一個普通人，我對呢一個政策唔係好了解。咁但係嗰陣時我俾到個印象咧就係、我終於知道點解要規管呢一個住宿啦。原來嗰個屋係木屋嚟嘅，容易會有呢個消防問題嘅。緊急車輛佢又入唔到去嘅。咁我當下覺得，咦，咁唔係好應該要有嗰啲規管咩？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正反雙方都可以講多啲嗰啲而家嗰個規管嘅情況係點樣。佢正方會講到話喺而家嘅規管之下，去嗰個地方旅遊，然後就冇得喺嗰度住宿，要搭翻好遠嘅車咁樣去刻畫一個而家情況嘅嗰種唔好嘅地方啦，荒唐嘅地方啦。咁但係究竟嗰個政策而家佢具體係管緊啲咩咧？我覺得大家要做。咁呢個就係我嘅感想。
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學系講師李粵文博士。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咧就翻嚟個呢個辯論啦。咁幾個第一個 comment 咧就係、第一樣嘢我想講嘅係我唔知點解兩邊慢慢去到個俾我嘅印象咧講咗好多係旅遊相關嘅嘢。咁咧而且咧旅遊都係一個面向啦，但係咧一個我覺得一個唔係太好嘅一個前提咧，即係大家都好似第一次咗咧，即係深度旅遊咧，即係呢個當然係政府提出嘅方向會去考慮。深度旅遊一同埋呢個住宿共享係有必然嘅關係。即係我有人嚟講深度旅遊都係有同，即係住宿共享其實係兩樣嘢，甚至究竟係咪住宿共享係咪真係純粹嚟到深度旅遊，我都係其實可以深度旅遊嘅定義係乜嘢啦？咁其實咧政方係有意地咧係將深度旅遊做一個好坦實嘅定義。其實咧衝擊佢哋對深度旅遊嘅定義咧，其實係我哋冇俾佢帶到啲鄉郊地方嘅深度旅遊鄉郊地方嚟嘅，呢個係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咧我都想講推動住宿共享合法化。咁咧第二樣嘢咧其實咧可以去，我覺得係可以去某啲地方係咧，本來咧因為頭先提到好多咧話原本啲民宿啦，好難攞到分牌啊等等，但係咧冇呢樣嘢可能係有佢嘅必然嘅地方嘅，因為咧你其實好著重旅客安全啊嘛，你冇理由降低嗰樣嘢去做啊嘛。咁其實咧你唔可以話有咁嘅需要，所以我要降低，呢個係反方咗類似嘅講法，但其實可以直接去講嘅，因為反方主要咧都係同租客啊租金嘅定義，即係話長租，咁但係其實都可以講，其實咁樣係令到香港旅遊咧受到可能會有危險喎，呢個都係一個 aspect 咧，你就可以去諗嘅。咁第三咧我覺得咧推動呢個住宿共享合法化，其實咧個關鍵我覺得除咗其實因為大家冇定先嗰個冇定清楚呢個住宿共享，咁更加知道，因為你冇定清楚，其實咧另外一樣嘢就咩叫推動咧？即係推動係咩意思？其實咧就睇可能第一個大家想嘅就係其實政府係咪推動 Airbnb 多啲 Airbnb 咧？呢個可能嘅意思係咁樣喎。咁咧而且究竟 Airbnb 係民宿，因為中間討論過好耐，變咗好似民宿嘅討論。但係其實呢個 Airbnb 可能係反而住宿共享，係講緊住宿模式，其實係咪容許更多租嘅可以當係一個租嘅形式？咁其實呢一個可能先至係即政府或者香港係咪需要一個咁嘅形式？咁其實中間有牽涉到好多究竟係究竟香港其實好多地方咧係空置嘅屋，咁尤其是鄉郊地方呢個。香港地方咁嗰啲其實你空咗，本來咧亦都冇誘因去做，但係你而家反而係有效調置喎，應該從呢個 aspect 咧去講咧，我覺得係比較合適啲嘅。咁到最後一個 final 嘅嘢就係因為中間有好多嘅例子，即係舉好多具體嘅例子，即係荔枝窩啊、燕崗村啊。咁但係咧我希望可能大家真係準備啦，你真係冇去過嗰啲地方。咁其實咧去到嗰啲地方咧。荔枝窩已經唔係住宿共享㗎啦，佢邊有去攞咗賓館牌變咗個賓館㗎啦？佢根本就冇人即係冇住嗰 part 嘅，即係嗰啲居民已經唔住喺嗰度㗎。佢基本上嗰度已經完全係嘅。咁所以咧，你不斷咧就講一啲其實咧如果可能知道有一個真係住過，其實嗰個根本上都唔係住宿共享，嗰度已經係一個賓館。同埋第二樣嘢就其實可以打定嘅住宿共享。你可以 narrow 翻嗰法律嘅，亦都可以係一個 Airbnb 社會嘅定義，係乜嘢？其實可以有好多唔同層次，可以從呢啲嗰度去諗，咁令到個辯題咧擴闊咗嘅話咧，我相信咧個討論咧會更加精彩嘅。多謝你個辯論，第二個辯論個先生會分發幾點答？接住係宣佈賽果。首先係宣佈今場比賽嘅最佳辯論員。今場嘅最佳辯論員係反方一副
劉本希同學。麻煩劉同學上台，現在將會頒發階段獎杯。邀請黎國威博士為我哋嘅家電頒發獎杯。之後係宣佈今日比賽結果。今日嘅辯題係香港應推動住宿共享合法化，對手論為正方香港科技大學，反方香港中文大學，結果係0-5，由反方。今日嘅比賽已經圓滿結束，多謝